和平电力公司打算要伫电厂的北边来推动海洋温差发电的计划，是要来设3公里长的送电的电缆线。这开发单位表示讲，利用海洋的温差来发电是较袂受到天气的影响。也毋过，这当地人是真烦恼讲，这对环境会带来愈大的冲击。 海洋盐发电，和平电力公司打算伫和平电厂北边设装置容量6.4千瓦的海洋温差发电机组，设3公里长的专用输电电缆，透过抽深层7度的冷海水，佮加海洋表层的温海水、电厂温排水进行一交换，转化做电能。早期汉家伫环境部进行环评初审，开发单位强调，用24点钟运用是可靠的基载电力来源。 这是台湾首例，也是全球少有的100万瓦等级的温差发电专案，是不受天候、季节影响的基载绿能电力。 强调无受天气影响，日时暗时好天好天，四季拢能发电。暗过当地居民特别上报环境部，这座海洋温差电厂要设的地址是伫和平电厂绿带，即期原本的完成功能恐惊消失。 粉尘对于部落来说是非常严重的，但是这个缓冲区域拿掉，对部落来说的影响到底会是多少？对我们来说，其实这是我们一直很在意的事情。全面不满和平电厂带来污染已经无法度承受，过去一个电厂当地感觉已经承受咧。隔壁宜兰县县府对过去小土团和平电厂带来负面影响做个调查，包含家庭类减少、空污影响健康等等，企业也受冲击。因为要起新的电厂，都要更加审慎评估。 近15年来讲，本县定置渔网渔业相关的产量、产值等皆呈下降的趋势，是应该审慎跟当地居民做一个沟通。要环评委员烦恼，设新电厂在绿带恐然影响漳水鸟生态。 因为它就应该是它的活动区域，一定是在这个绿带里面。那你们到底要怎么去处理食蟹獴的议题？在会议，环评委员也拢提出问题，甲这个进行案件要伫审查当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